你有冇諗過究竟幾多錢先算係財富自由？有人覺得係幾百萬就夠，有人覺得要過千萬，但實際上呢個完全取決於係你生活方式同埋年支出。今日我俾你一套清晰嘅標準，等你可以對照下自己距離財富自由到底有幾遠。無論你係啱啱畢業嘅後生仔，定係已經開始出嚟累積財富嘅打工仔，呢套標準都可以幫到你睇清而家，明確目標。其實計算財富自由都唔係好難，核心邏輯好簡單。你既可以投資資產產生嘅被動收益，能夠完全覆蓋你嘅年支出，亦即係話你唔使為咗揾錢而工作，生活就可以自由安排。你嘅選擇唔再受到收入嘅束縛。為咗更清晰咁理解，我哋可以將財富自由分成7個階段，睇下你而家處於喺邊一個階段，同埋每一個階段意味住乜嘢嘅生活狀態。第一階段，零負債階段，呢個係最基礎嘅階段，你嘅資產係正數。唯一嘅債務可能係樓宇按揭，亦即係話你冇信用卡嘅欠款、消費貸款等等嘅負債，手頭上嘅資產減去負債嘅正數。第二階段，緊急備用金嘅階段，喺呢個階段你需要有足夠嘅現金儲備，至少覆蓋6個月嘅生活開支，唔使因為突發嘅事情令到自己手忙腳亂。第三個階段，100萬嘅儲蓄階段，當你儲夠第一個100萬，透過理財嘅年化回報率3.5%。你就可以帶嚟每年有35000嘅被動收入。呢個意味住你靠被動收益，你嘅年收入就可以達到普通人平均可支配嘅收入水平。呢個階段可以唔使完全依賴人工收入。第四階段，半財富自由階段，當可以投資資產達到年支出嘅12.5倍時，你嘅資產唔單止可以覆蓋日常嘅開支，仲包括健康嘅保險、生活必需品等等開支。喺有利嘅投資環境下，被動嘅收入甚至可能超過你主動工作嘅收入。第五階段，接近財富自由嘅階段，資產達到年支出嘅20倍時，你已經接近完全嘅財務自由。按照4% 提出率，你每年只需動用資產5% 就可以維持生活支出，而本金基本上唔喐。呢個階段嘅特點係你工作唔再係為生存，而係為咗興趣同追求。第六階段，相對自由嘅階段，當投資達到年支出25倍時，你已經實現緊真正嘅財務自由。根據4% 嘅原則，除非遇到好極端嘅金融危機或者嚴重嘅通脹，否則而家嘅資產產生嘅被動收入就足以維持生活嘅品質。工作就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嘅選擇，而唔係必要。第7階段，完全自由階段，呢個係財富自由嘅巔峰階段，可投資嘅資產達到年支出嘅33倍或以上，你用嘅少於3% 嘅資產提取率，你就可以維持生活嘅水平，唔使擔心養老金用晒。喺呢個階段，你唔單止自由，仲可以適度咁樣增加消費，享受生活，同時擁有對風險嘅緩衝空間。總結一下，透過對照呢個標準，你可以清晰睇到自己距離財富自由仲有幾遠，亦都可以明確下一步嘅目標同埋規劃方向。